今日我哋要同大家介紹一個遊戲，叫做雙失掌門人2。呢個應用程式係由聖公會研發嘅，希望透過遊戲鼓勵玩家建立運動嘅習慣，實時偵測同埋追蹤運動嘅表現，記錄相關嘅數據。呢個應用程式可以喺 iOS 或者 Android 嘅系統都可以使用到嘅。依家就等我哋示範點樣用呢個應用程式啦。選擇帳號登入，輸入帳戶名稱同埋密碼。進入主畫面之後，撳單人遊戲，揾一個適合嘅地方放低平板電腦或者電話，可以用手機支架或者張凳擺好嘅位置。平板電腦或者電話需要垂直擺放。遊戲嘅時候，個背景盡量要簡潔，唔好有太多嘅雜物。因應右上方嘅畫面，調整返個人嘅角度，留意成個人包括四肢需要進入畫面。挺腰，站立企穩，有需要可扶穩固物件作平衡之用。慢慢提高腳踭。啱啱個遊戲已經用語音解釋咗呢個動作點做。了解咗個動作點做之後，就可以伸出你哋嘅右手去跳過動作，直接進入遊戲畫面。左下角就係動作倒計時，隔離顯示咗動作需要做嘅次數。匹配度越高，分數都會越高。咁樣就係代表成功過關啦。咁我哋而家快進第二次嘅動作示範。做完2次站立提踭之後，就到下一個動作，就係微蹲啦。咁一樣個畫面已經示範咗點樣做。了解咗個動作點做，就又係可以舉起你嘅右手跳過。咁一樣都係開始遊戲啦。有時有機會個畫面有雜物，所以就偵測唔到你嘅動作，就會令到個匹配度低。咁你會見到最後個遊戲畫面埲牆呢會冧咗。咁唔代表你做嘅動作係真係錯嘅，有機會係真係系統嘅問題，偵測唔到你嘅動作。咁一樣啦，第二次我哋會快進呢個遊戲動作。站立企穩，可找穩固嘅椅子扶穩，保持左腳伸直，遞起左腳。了解好呢個直腳前伸點樣做之後，一樣都係伸出右手。咁可以直接進入遊戲畫面，跳過個示範。咁第二次做呢個動作，同樣我哋都會快進個示範。做晒動作之後，就可以回到大廳啦。記得可以撳上傳錄影啦，去上傳返你頭先做嘅動作去我哋嘅雲端後台。如果唔願意上傳嘅話，都唔緊要，咁就咁撳清除就可以㗎啦。如果選擇上傳錄影嘅話，後台會自動將你哋嘅樣貌模糊咗，以保障你哋嘅私隱。咁我哋治療師都會喺後台睇到你哋嘅動作有冇做啱嘅。完成遊戲同埋上傳運動錄影之後，你就會見到喺每日任務嘅位都會有2個剔剔啦。頭先我哋只係示範咗其中3個動作啫，我哋系統入邊仲有其他唔同嘅下肢運動可以俾大家玩嘅。大家有興趣玩呢個遊戲嘅話，可以掃描 QR code 去下載呢個遊戲。咁希望大家玩呢個遊戲玩得開心啦，拜拜。